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之前條影片就介紹咗先鋒服測試嘅溫侯像，而今集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喺正式服嘅表現。目前測試嚟睇，呢一對打富貴騎、離月弓同埋法官盾都冇問題。對於平民玩家嚟講，呢一對打擊面算廣，可以對付還神，亦有多穿能力。而佢打黃馬槍嘅時候，表現就比較飄忽，時好時壞。不過如果係季初第一對出，會比較痛苦，象兵行軍太慢，加上大多對手都係黃馬槍，建議可以考慮喺第二對出用嚟應付法官盾或者係離月弓。但係如果真係要第一對出，可以考慮象兵先換成先登或者係錦帆，但戰法就唔使點換，淨係升到 level 2就好，先應付季初嘅黃馬槍。畢竟溫侯攻打黃馬槍比起溫侯像更加好，之後先考慮換成象兵。咁最後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